若是因伫学校内底讲台语，都会罚罚钱，而且会罚罚3块或者是5块。嘿，听起来真济伫迄个年代吼。对，所以你罚罚4摆，你就无蚵仔面线通食。欢迎收看《台语真认真》，愈讲愈认真。大家好，关边。大家好，我是在地新闻的记者分酸。台语啊，伫咱国家语言法典法内底吼，一定算是一个国家语言的其中一种。伫个国家语言内底，其实佫包括客语、原住民语，啊，佫有台湾手语。要毋过吼，含迄个有优势华语比起来吼，其实台语啊，佫客语这个语言哦，拢真弱势，较无人会讲。所以这个语言吼，就需要伫个咱公家的制度下骹保护，或者语言会当有一个保障。而且伫阮爸爸妈妈迄个年代，若是因伫学校内底讲台语，都会罚罚钱，而且会罚罚3块或者是5块。嘿，听起来真济伫迄个年代吼。对，所以你罚罚4摆，你就无蚵仔面线通食。有够可怜啊！真的，而且就是因为因伫细汉的时阵就无法度讲台语，所以造成讲因以后出社会，可能嘛无法度用台语去和别人交流。因若是去外口和人讲台语，有当时啊，佫会互人感觉到伊真奇怪。其实造成这现象，拢是因为即马有真侪人啊，就是拢无重视即个制度，包括讲咱的法律啊、进程啊，其实拢无真重视本土语言的即个制度。所以才会造成讲需要有即个国家语言法典法来互这个语言有一个保障。啊嘛是因为有国家语言法这件代志吼，咱伫看伊即个会期内底，伊其实吼有变出一个叫做统一的服务。即个统一的服务吼，就是讲吼，立法委员伊伫个开始开会即阵的时阵，伊当申请即个统一，伊就当及时吼，甲迄无共的语言吼翻译好，嘿，翻译好，啊，互逐个人听有讲吼，即个会场内底到底是咧讲啥？要毋过吼，最近立委陈佩伟啊，伊发生的代志吼，迄个时阵伊含区国政伫咧冤家嘛，冤讲你莫用华语，啥要用华语，啥要用台语啊，台语听无，华语啥听无，啊，互迄立法院的同意吼，互误会，啊，所以即马吼，统一的即个服务吼，就先停起来。不过其实阮台语真认真啊，是真支持无工作群的立委，因会使用家己的语言去质询，去表达因的立场。比如讲，若是讲你是客家人啊，你嘛会使讲客家话啊，或者是讲你是原住民，嘛会使用原住民语来讲话。是，伫个质询的迄个会场内底吼，用家己的语言来做交流的话，透过迄统一，大家拢会当了解伊的意思，无共的语言会当伫立法委员的即个会场内底吼做交流的话吼，我感觉这是互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台湾手语这个语言会当伫遮尔大的会场内底，互大家拢看会到。而且我感觉无共款的语言啊，背后拢代表一个文化，所以希望即个立法院啊会使赶紧恢复即个统一的服务。啊，像阮退伍会董世宽，伊伫咧接受媒体咧访问的时候，伊就讲吼，真侪影面就敲电话互伊，讲吼，希望吼立委咧问政的时阵，咧质询的时阵吼，会当拢用华语啦，莫用台语听无。我感觉呢真好笑。伫我迄个台南庄卡迄个所在吼，其实有足侪老大人，伊完全听无华语，一句拢听无。安尼我敢是会当讲吼，立法委员咧质询的时候，一定爱用台语，袂当嘛，因为你有的立法委员伊袂晓讲台语，但会晓讲华语，所以啊，伫即个情形了，你袂当讲，我用台语较擅长的一寡立法委员，一定爱用华语去质询。对，希望每一位立委拢会使用因家己较惯习的语言来表达因的立场，安尼会较好。所以立法院哦，伫即个会期内底较设立即个统一，啊，互逐个立委拢会当用无共的语言来质询。系啊，而且嘛会当较好去理解。不过其实我感觉换一个角度来想，其实陈佩伟啊，伊即个事件其实嘛是互大家注重本土语言的发展，互大家更加去关心即个议题。啊，讲到这吼，我想要分享一下，阮阿嬷到底是安怎看新闻的？阮阿嬷吼，真正是连一句华语伊拢听无，可能连华语拢袂晓讲，连数字伊拢看无去。因为自细汉开始用拢无咧读册，所以伊安怎看新闻呢？伊拢会陪伫阮阿公边啊。迄新闻画面吼，有当时啊看到一个足凄惨的画面，譬如讲吼，一个囡仔啦出车祸啦，拢甲迷迷毛毛的时阵吼，阮阿嬷就讲，哎哟，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啊？我阿公就甲解说，解说我听了吼，伊就敲电话给我，讲吼你伫台北吼，骑车就爱说你啦。哎呦，你真幸福的呢！是啊是啊，要毋过好感，当看花絮吼，是更愈幸福的一件。对啦，下晡4点会使看咱的花絮在地新闻。
因为像咱花市伫个4点的时阵有在地新闻，遮尔方便的节目，透过迄个主播咧解说的时阵，讲甲足清楚的。而且有当时啊，咱玉丁姐啊吼，伫透早9点的时阵，的时阵，嘿，伊嘛会报新闻，伊嘛是用台语。乡亲啊，大家平安，做伙来关心国内外大细项代。14点前，都会使来看咱的花市新闻，真赞啊！不过感觉啊，听到呾，其实自领导的经验，就会使看到，其实即马有真侪时大人，伊可能就是看无华语，可能嘛袂晓讲华语，颠倒会因为即件代志去影响到因了解即马的一寡代志，就变做讲因敢若会使接受台语，不过煞因为即马的媒体大部分拢是华语，颠倒互因无法度去理解这个内容安尼。所以像即个玉传媒啊、莫语镜的专栏，伊就讲到即个理发院啊，即马是上注重华语的即件代志，而且上直接的影响除了讲头拄仔你讲到恁阿嬷无法度了解世事即件代志。像理发院啊，即个即顺的问题嘛会造成有真侪人伊参加政治的能力嘛拢互影响。是，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因为吼，你也当作听有立委咧讲啥，你听有官员咧讲啥，迄个时阵吼，伊就知影讲我未来的生活会变成安怎，我知影即个官员咧讲啥，我知影即个立委咧讲啥，我就当同意。也是反对因的讲法，所以我感觉其实无工作军机关，大家应该加交流，安尼大家才会使知影即马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未来政策会安怎行，大家拢会使更加去了解无同的政策，互相交流、互相讨论。啊，有的人就讲吼，华语其实是一个共同使用的工具，拢会当用的工具。也毋过吼，讲出这款话吼，就是讲吼，当有华语搬会去你立法院的现场，其他语言搬袂去你的这种讲法，就是独尊华语这件代志。上后尾吼，我想要甲大家讲吼，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台湾手语，拢是咧促进，互大家咱台湾的社会更较多元。对，沟通的管道会当加较济。你啊，立法院会当有统一的这个服务的时阵吼，语言台湾的社会，嘿，会当互伊继续传承落去，啊，互大家加会使来讨论这个代志。对，啊，熟悉台语，熟悉客语，熟悉原住民语，熟悉台湾手语，这语言吼，我感觉这是对咱后一代是上大的保障。嘛会使保留真济文化。是，安尼后回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金灯灯，拜拜。可是我发现这个绿到那个节目上会变成比较像是那一种蓝哦，因为它背景把它换成这种蓝。哦，是哦。它不是直接用这个绿露出来。哦，真的，我想说，它这个是为了换背景才用这个绿。我还以为是色差。